我所敬听的地牧师、我团队以及各位在座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地牧师要分享这个信息之前，咱过一摆三甲鸭头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我要感谢你，因为你的圣手扶持，互阮经过一礼拜日子。伫生活真侪挑战的时，阮搁一遍用安静甲欢喜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主，阮真正的确爱需要主你的话语来得到阮每一个人的快乐。求主你搁一遍来帮助阮下面的时间，阮的敬拜、阮的服侍，以及牧师所要传讲这个信息，拢得到真好的领受，得到新的启示嘛会当对阮的生活得到新的快乐。阮的一切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教会是上帝伫地上所设立的真好的一个记号。每一个教会其实拢是代表上帝的应允，特别咱每一个人拢会当伫教会内面发出无共款愿望的声。伫今日牧师所要传讲的即个主题内面，是怎样咱爱来三甲组织？咱三甲组织的目的到底是为什么？伫美国有一个真出名的一个作家，基督教的即个作家，伊有出过一本册，就是讲着去教会。伫即个内面，其实伊用一个问题来去讲出一个议题。这议题就是讲，伫即个世代有真侪基督徒。其实伊拢讲因相信基督，不过因拢无属伫倒一间教会。然后嘛有真侪个人，因可能是有捌到伫教会聚会，不过后来有真侪个情景，后来因无的确选择留伫教会，因可能伫厝内面，也是其他的所在来做因家己的代志。杨腓力即个作家，伊其实重新来去看去，用真好的内容来去讲起讲，伊联合会当真做，就是伊要真做即个基督教，就是基督徒即个群体内面一份子。所以伊讲真济是怎样来去参与即个教会内面遮的所有的代志。伊捌有讲起伫顶面遮所讲的遮即句话，就是伫华语内面伊安尼讲，就是来教会的人不做生命的旁观者，乐与造物真神来去正面相遇。就是讲，伊是期待讲，咱每一个人会当到伫教会内面，咱真正会甲咱的精神来去相拄。所以伫今日牧师所引带咱会众来去领受的，就是《使徒行传》内面13章内面，虽然内面有真济无共款的遮的信徒，其实因拢有代表，互咱每一个人来重新来去思考咱三甲组织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然后咱来看去，遮所有的人内面有巴拿巴，有尼格的西面，有古利奈的人。路求，阁有马良，阁有扫罗。其实，伫即个安提阿的教会内面，其实伊就是现今的土耳其的南部即个所在。伫迄当阵，迄个所在算讲伫罗马帝国，算讲排前3名的一个国际的一个城市，所以真侪人会经过。不过，因迄当阵，因所要传的主要是犹太人，就是将即个信仰传互即个犹太人的所在。不过，因无法度来去确定，就是原来有真侪对伫无共款所有的其他的人，因会领受到即个主的信息，因就是归附伫主内面。所以，遮个人其实嘛是真特别。因为因无共款的所在内，因的语言、因的文化拢无共款，所以伫顶面主要第一个人，伊主要为虾米伊会提到着巴拿巴？因为伊是一个伫圣经内面无共款的所在嘛有记载着伊是真高安大人的人，伊是有真高来去劝勉别人的一个文士，伊真有大的文士，结果伊得到真大的即个信心。伊会当引带真侪人归顺伫主。第二个人，伊讲起就是尼格的西面，即个人伊以前即个西面，
其实有可能是伊伫进前伊信奉即个犹太教，所以伊有号即个犹太教的即个名。吼，所以伊是外邦人信奉犹太教了后，伊最后来去归顺伫主。吼，第三个就是古利奈人路求，伊是伫北边的即个非洲内面吼，即个利比亚的人吼，其实伊并毋是一个黑人吼，即个人嘛是对伫圣经内面无讲起有真济即个资讯吼，不过咱会当了解，其实伊嘛是对伫外邦人的所在来归顺伫主。然后是马良其实伫圣经内面讲起，伊以前是对伫一个真好的背景的所在，好野阁有地位。然后伊甲进前迄个希律王吼，伫细汉时阵，因就是有相甲熟识。不过，咱会当知影讲，伫大汉以后，每一个人所领受的代志拢无共款。马良伊伫后来伊是归顺伫主内面，结果伫希律王的所在的时阵，咱会当看希律王伊是迫害伫基督徒的即个代志。好，扫罗伊就是真有很有学识吼，伊有真有学问，然后伊嘛是真做外邦人的使徒，伊嘛是领受着主的恩典，伊愿意来去传福音。遮有真济的一个无共款的人，因对伫无共款文化、无共款的所在来的，其实因要相甲组织是无简单的一个代志。不过伫圣经内嘛有讲起因有共同的一个代志，其实因拢是教牧的同工。伫因的同工的内面，咱会当知影讲，伫圣经内面有根据遮的同工，因拢有讲起无共款的称呼。遮的称呼就是先知、传福音、使徒、牧师甲教师，因共同所做的代志，就是来去传讲上帝的话。所以其实伫圣经内面虽然有提名有遐尼济人，其实因有一个目的，因参加组织，因就是伫学习要怎样来去传讲上帝的话语到伫其他人的所在。所以咱参加组织，可能咱嘛当了解伫进前伫教会内面因所做的代志是甚物。牧师要讲遮的人物的大先，就是要讲起，其实伫安提阿的教会内面，就是圣经学者因有捌讲起，就是咱对使徒遮的称呼来转换到伫基督徒的即个称呼，就是上界代表性的一个团体，就是安提阿的教会吼。即个教会内面，其实因有一个特色，就是因参加组织。就是要行出去来去服侍。第一个就是咱会当来看起伫圣经内面，圣经内面有讲起因是怎样来伫教会做啥物款的代志。除了是因敬拜，因阁会来对上帝来去恳求，然后因嘛是会敬祭。其实遮的态度，敬拜。祈祷甲敬祭拢是对上帝真亲密的一个表现。为什么？因为因无掠家己做中心，因就是爱为着因家己的信仰，甲以后因家己的因教会共同的这个目标来去传。所以因对上帝的热心是真大的。所以因有共同的一个目标，就是因会做伙敬拜，因会敬祭，然后因嘛会祈祷。遮后来伫圣经内面所讲的，因将遮的文道传出去，外口就是因要开始来去传福音的时阵，因嘛是会祈祷甲还手来去祝福。其实这就是表明因了解上帝的心意是甚物，就是因意爱来去传福音，因想要来去传达上帝的心意，所以因就是用祝福的方式。来去传出去，所以亲爱兄弟姊妹，牧师伫遮嘛要来提醒咱的兄弟姊妹，所以咱有时会感觉讲，伫教会内面可能咱期待是牧师伊所传达的遮的信息，
有时咱嘛有可能是因为咱伫生活中间有无共款的困难是挑战，咱想要伫教会内面得到帮助。不过伫使徒行传内面，伊讲起一个团体内面，即个团体内面就是安提阿教会内面即个团体，因除了是学习来去传讲上帝话语，其实第二个目的就是因就是要出去行出去，就是为着即个服侍来去行出去的。伫圣经内面因有真侪真好的心态，遮个心态就是讲，因就是热切的来去敬拜，因嘛会祈祷。不过因要表明因甲上帝关系的时阵，因就是会敬遮。当因伫教会内面，因要决定要去传福音的时阵，圣经内面有发现无共款的一个所在，就是因开一档的时间，其实因拢在做门徒的训练，就是门徒的即个训练。因的训练的目的，毋是干那是为着家己的灵命，因嘛是为着外口的人，因要学习是怎样来去将即个福音的话来去传讲出去。然后伫最后，牧师嘛是伫即个短即个所在，要意爱来咱的兄弟姊妹来去讲起的。咱为虾米要三个组织？就是要来表明上帝伫伊所做的子民内面的即个心意。因为当咱每一个人，也是圣经内面，因遮使徒因努力来去传福音的时阵，因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的内容就是，这就是上帝伊真美善的即个旨意，就是咱每一个人会当互别人来去了解、明白真正的上帝。伊的作为到底是甚物？真正上帝伊的作为到底是甚物？然后，互因知影、经历着，有机会溜来伫教会内面，互因体会着上帝的疼，然后会当甲上帝有真好的结连。以前因可能无机会，因可能认为讲因家己无属伫上帝。不过，伫溜来教会以后，因就是会当明白经历着上帝主爱，就是互因知影因是属伫上帝的囝儿。第三点就是互因会当感受到，伫教会内面，即个群体内面有真侪的人来去关心，甚至是互因知影讲，其实因嘛有机会来去提升因家己，然后因会当怎样来去传讲上帝的话，来成做长久上帝宣告计划的一份子。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虽然咱今日可能有清楚知影讲咱为虾米爱到伫教会的目的是甚物，可能咱嘛是爱去反映讲，咱每一个人信仰的生活会当搁较丰富。不过，牧师嘛爱讲的就是，伫正正的团体内面，因所组织其实因为一个上介大的即个目标，即个目标其实伫使徒行传内面，毋是干那13章内面有记载，伊记载巴拿巴伊伫传福音的过程内面，到20几章、28章内面，完全拢是咧讲起因怎样努力来去传福音的遮个代志。所以，亲爱兄弟姊妹，牧师阁意爱来咱的兄弟姊妹来去看免，就是咱伫信仰内面有可能。咱可能会认为讲，外口的世界是真丰富，是毋是？伫教会内面，咱对伫遮话语都无啥物款代表性的即个意义。其实伫圣经内面，咱就是目的，就是咱爱定心来去追求生命意义究竟是甚物？就是伫巴拿巴伊的生命内面，伊伫圣经内面，遮会使徒伊咧传福音，伊是排第一位的。为虾米？因为伊领受到圣神的帮助，伊对伊家己有真大的即个信心。不过，伊的信心的传达，伊的目标就是要来传福音，要来传讲上帝的话。所以有真侪人，因就是自己伫同一个所在，虽然因的文化、因的语言所讲的是无共款，不过因嘛是有心。为着主上帝的国来去传福音。牧师最后要来讲一个伫丹麦内面一个算讲较
生命里面比较稍微负面，不过伊嘛是有真认真的一个思考的一个哲学家叫齐克果。伊捌讲起一项故事因为伫教会内面嘛，定定有可能嘛是有人可能无法度来去找求即个信仰，所以就讲过一个故事，就是有一群鹅所以因就是足敖的，因敖去教会来去听牧师的讲道。有一摆呢，牧师讲道的时阵，伊就是讲起咱每一个人爱去领受到真好的信息，遮个鹅嘛是爱领受真好的信息，所以牧师就是一直拢去甲因劝勉，就是讲恁会晓飞，恁就爱学习怎样来去飞。结果有真侪礼拜时阵，遮个鹅拢听牧师咧讲道讲了时阵，因转去的时阵，因拢干那在讨论讲牧师今日的信息，敢会讲较好一点啊。结果有一个较少年的，即个较年纪较细的一个鹅，伊就有领受到牧师就一直来爱甲伊讲爱去学飞。不过伊伫周间的时阵伊就开始慢慢来去试飞。伊一开始可能飞无好，不过伊嘛是真烦恼。不过到伫最后的时阵，差不多嘛是11月、12月的时阵，教会的活动嘛愈来愈侪啊。然后遮个鹅因参加聚会的时阵，因嘛是讲因是领受到即个牧师所传讲的遮个话语，所以当因在领受的时阵，因拢毋知影讲后来遮个人拢要拍算要甲因，都是抓起来，然后去做一顿很好吃的一餐这样子。结果因在遮个人在做遮个动作的时阵，遮个鹅拢无法度来去还原，所以大只的拢互去抓去啊。干那即个细只的即个鹅，伊在试飞鹅，因拄着即个人在出救因的时阵，伊就紧甲伊飞走啊。所以伫即个信息的内面，即个齐克果伊要主要就是要甲咱的每一个人来去传达的意思，就是讲伫信息的内面，咱可能嘛拢期待讲教成是有一个关键，来去领受，较会当成做咱信仰的一部分。不过牧师嘛要来讲的，就是讲每一个人有无共款的领受，咱爱去注意来听，每一摆你到伫教会内面，牧师要传讲的遮个信息内容，究竟是什么所以伫今日牧师要特别用即个短短的时间来去传达，就是讲，咱三个主旨，毋是干那为着家己，就是咱会当知影讲，学习伫真正的使徒因所做的状况，就是因就是爱学习传福音互别人。咱的四周围可能拢有值得咱每一个人来去三甲连接的人。咱趁即个时阵，咱就是爱学习是怎样来去关心劝勉，然后学习来为伊祝福，然后为伊祈祷，然后互伊有机会真正是来参加聚会，甲上帝有真好的即个连接。咱主要来去回应伫牧师第一句所讲的，其实教会是上帝伫即个地面上上介好的即个记号，每一个教会拢代表上帝的应允，发出望的声。因为咱每一个人拢是对伫无共款的行业，咱可能有无共款的工课。咱每一个人上介有帮助的上介好的代志，就是当咱有较正面的遮个态度的时阵，咱行出去，咱就是荣耀主上帝的眼光。然后，咱每一个人拢会当知影，讲是怎样伫即个逐个所在，会当将即个福音传到伫每一个人的心上。咱三甲额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阮搁一摆来你来做感谢，因为伫咱的生命内面有时咱有无共款的即个追求，咱有可能伫灵命有软弱的时阵，不过伫主你的信息内面，阮要搁一遍来去领受，伫以前遮个人有真侪真好的遮个作为，
伫因的心内面，因所追求的，毋是干那三角组织，乃是因为着外口的人，因愿意来去行出去。愿主你搁一遍来帮助，伫教会内面，伫下面遮2个月遮的时间内面，有真侪活动，可能伫遮的活动内面，伫教会的目的嘛是伊爱要去行出去，来真侪的人来去，互因知影主你的疼，你是永远所做的代志是真好的。我嘛要来领受着主你的疼的时阵，搁一摆，互遮的人有机会来到伫淡水教会来甲你有真好的结连。愿主你搁一遍来帮助，阮所领受今日所有的信息，愿主你搁一遍用你温典、你的丰盛的祝福伫即间教会内面，互因所参与的、因所领受的、因所做的代志，拢会当荣光主你的圣名。阮的一切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